你身邊咧有冇一種人，明明學歷好好㗎，工作表現又出色，年年都升職加薪，但喺佢內心深處，其實成日都覺得咧自己喺一個恐懼嘅邊緣嗰度。佢哋最驚嘅嘢咧就係身邊隨時有人會發現話：喂，原來佢唔係真係咁有料嘅啫喎，佢以前咧都係靠好彩啦、靠包裝啦、靠翻嚟㗎。心理學上面有一樣嘢咧叫做冒牌頂替症候群，英文名咧叫做 Imposter Syndrome。意思就係話咧，明明喺外人眼裏邊咧，其實你係一隻天鵝嚟嘅喎，但係你喺內心深處就永遠都覺得咧自己係嗰隻扮天鵝嘅醜小鴨，隨時咧會俾人揭穿嘅騙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心理學家吳子嫣 Natalie。如果你有頭先講過嗰種 Imposter Syndrome 嘅話咧，其實你平常咧好可能出現以下落嚟嘅思想同埋行為喎。例如情緒上面咧，好多時候你會有一啲嘅焦慮啦。例如話咧，當你接到新嘅任務嘅時候，你第一件事咧唔係覺得興奮啊，而係會胃痛啊、失眠啊，覺得自己咧今次一定做唔掂啦。諗嘢方面咧，有好多時候你會慣性貶低自己嘅。舉個例，同事或者老闆讚你，咁你就會覺得話：喂，佢客氣啫，其實我都係做得好普通嘅咋咁。而喺行為上面，好多時候咧就會出現一啲叫過度準備嘅情況啦。為咗咧掩飾你嘅心虛，好多時候你付出嘅努力咧係比人付出多3至5倍咁多㗎。你會係咁加班啦，啲報告改完又改啦，直到自己咧筋疲力盡，因為潛意識覺得自己一放鬆咧就會表現出嗰種無能嘅狀態。到底呢一種明明好優秀，但係覺得自己係騙子嘅人，係點樣喺成長嘅時候寫入我哋嘅劇本嘅呢？好可能咧，原生家庭成長咧有以下落嚟嘅可能性嘅。第一類型咧就係屋企好多時候咧中意放大缺點、無視優點嘅父母。細個咧可能攞咗95分，第一句唔係讚你啊，而係問你嗰5分去咗邊啊？點解攞唔到100分啊？咁喺呢啲環境長大嘅情況底下咧，有時候我哋會內化咗父母嗰種挑剔嘅聲音，因為咧我哋會只有完美先至會覺得安全，有少少錯嘅話咧都會覺得自己冇用嘅呢個習慣啦。第二就係有條件嘅愛啊，好多時候咧父母或者咧成長嘅照顧者會響我哋攞到獎啊、聽話啊或者好有成就嘅時候咧，先至會對你笑啊、帶你去食大餐啊咁樣。而呢種經歷咧，為你嚟講咧，可能產生咗一種扭曲嘅認知，就係咧父母唔係真係愛我，係當我有成績嘅時候佢先會愛我嘅啫。大個咗之後咧，你就要不停咁樣咧去生產，去維持咧自己呢種存在嘅價值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就會覺得自己冇用啦。嗱，聽完之後咧，係咪覺得好攰呢？呢班所謂嘅騙子，其實都係一班咧有優秀成績，但係咧就過住心驚膽跳嘅生活嘅人啊！如果想打破呢種隱形嘅魔咒，今日開始咧，可能可以試下2個方法啦。第一，建立一個事件嘅清單。當你覺得咧自己又係靠好彩嘅時候咧，今次你將自己嘅努力同埋客觀嘅事實寫低。運氣可能可以幫你1次，但係唔可以幫你10次100次嘅。你升職加薪，人哋對你嘅讚美，全部其實都係用實力同埋汗水換翻嚟嘅。第二就係咧，容許自己做一個普通人，對你內心嗰個好嚴厲嘅父母或者嗰把挑剔嘅聲音講一聲：我今日已經做得好好噶啦，就算今次有瑕疵，都唔代表我係一個差嘅人啊！睇睇你唔需要做到完美，先至咧可以擁有而家嘅生活。請大方承認，其實自己真係好優秀，呢一切你完全實至名歸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請你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埋我嘅 channel 啊！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